Asia， 全世界面積最大、人口最多嘅大陸，一片大到幾乎覆蓋地球1/3陸地嘅地方。但你可能從來都冇諗過，呢個名字其實隱藏住一個秘密，一個關於身份、關於歷史，甚至關於你點樣理解自己嘅秘密。但點解佢會變成今日地球上最大嘅一片土地呢？歡迎嚟到 Gwendos 360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挺。今日我會用廣東話同你講故事，故事唔止一面，360度逐面呈現。我哋出發啦！時間推前到4000年前，美索不達米亞平原。當時嗰啲人好簡單，太陽喺邊邊升起，嗰邊就叫做阿蘇；而太陽落下嘅地方就叫埃列。之後，地中海最識做生意嘅民族腓尼基人將呢兩個字帶咗上佢哋嘅航海圖。佢哋一邊航行，一邊將阿蘇呢個概念傳到更遠嘅地方。慢慢，阿蘇開始變成 Asia， 所以 Asia 同 Europe 最初其實只係一對形容太陽方向嘅詞語，一個代表日出，一個代表日落。但係希臘人誤會咗，佢以為阿蘇唔只係方向，而係一塊真實存在嘅土地。於是佢哋用自己嘅語言將呢個地方稱為 Asia。之後羅馬帝國直接沿用。但真正令呢個名擴張嘅係亞歷山大大帝，佢一路向東征服呢個原本細小嘅地方名，亦都跟住一路伸延，由土耳其去到波斯，再去到印度。Asia 開始越變越大。去到中世紀，歐洲人開始用一張地圖去理解全世界。佢將世界分成3部分：Europe、Africa 同埋 Asia， 而 Asia 就被放喺最上邊。呢個方向唔只係地圖上嘅位置，佢有一個名 Orion， 意思係太陽升起嘅地方。喺當時嘅觀念入邊，世界嘅起點唔係歐洲，而係喺東方。天堂伊甸園就被認為係 Asia， 所以人唔只望住東方，甚至連祈求都要面向呢個方向。東方變成一種神秘嘅定向，但同一時間呢個地方亦充滿未知。喺地圖上 Asia 入邊畫滿咗奇怪嘅生物，因為冇人真正了解呢度，
於是，關於東方嘅認知唔係嚟自現實，而係嚟自書本、神話同傳說，一個被幻想出嚟嘅世界。但呢個想象開始變質，Asia 唔再只係神聖嘅地方，而係財富之地。對當時嘅歐洲嚟講，現實係貧窮，資源有限，而東方就被幻想成充滿黃金同機會。Asia 變成一種誘惑。當一個地方同時代表神聖、未知同財富，人最終會做一件事，走過去，向東出發。去到16世紀，世界開始連接。利瑪竇嚟到中國，佢畫咗一張地圖《昆餘萬國全圖》，喺上邊 Asia 被翻譯成亞細亞，但當時嘅明朝人其實唔知道自己住喺亞細亞，佢哋一路以嚟稱自己嘅世界為天下。當大航海時代展開，世界開始真正連接，航海路線唔再只係貿易，佢同時將一種世界觀帶去世界每一個角落。對當時嘅東方人嚟講，呢張地圖唔只係一張圖，而係第一次有人話俾你聽，你喺世界入邊喺邊一個位置，而嗰個位置被叫做亞細亞。但問題仲未解決， Asia 到底去到邊呢？因為歐洲同亞洲其實連埋一齊，直至18世紀，彼得大帝出現，佢將俄羅斯變成一個歐洲國家。但問題係佢嘅國土大部分都喺亞洲，於是一個決定出現啦，一條線被畫咗出嚟，烏拉爾山脈將歐洲同亞洲硬生生咁分開，所以呢條界線唔係自然形成，而係一個國家為咗身份所做出嘅選擇。所以 Asia 呢個名由一個日出嘅方向變成一片土地，再變成一個洲，最後變成今日幾十億人嘅身份。但你冇諗過，當你講 Asian， 你以為你係描述一種人，但其實你只係用緊一個幾千年前留下嚟嘅方向。今日講嘅故事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， 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 ，share 同埋撳個鐘仔支持下我。多謝大家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